是即摆过来创啥啦？培养啊，培养情书，现在培养情书。因为等的来宾可能爱唱这条歌。哦，所以你等下规场都要用唱的就对啊。好啦，安尼就互咱继续听落去。你又不会问？你毋是要继续唱？无啊。那无咧，你唱啥？好啦。啊，对，互你伫节目继续唱啦。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呢，就是因为这条歌你看我听10年啊，到时阵伊敢有可能就是因为已经唱10年啊，所以就是做神的可能无想要唱这条。你现场甲问我啊？若唱的时阵，伊无爱甲我食要安怎安我就歹势咧。歹势啥？我一个空跳落去安尼，下死下你就待咧内底安尼。我再甲你救起来。哦，谢谢呢吼，免客气，安尼就互咱继续听落去。大家好，这是公司大一大开 Podcast 节目，来听我白边，我白边。咱的节目会透过对话来小解一寡生活上会讲的大意思。要给我观众朋友写批用台语念出来。你知道你欢喜啥无？因为我爱真的来我嘛就爱听伊唱歌。你爱较灵咧。真的真安尼你的。即摆随唱者，你要唱啥来唱？讲讲啊，叽叽叽叽棒棒。啊，你那毋是跟我讲，我是唱 Let It Go，Let It Go，Let It Go，Let It Go 的意思是互伊去。啊，你爱接落啊，不能爱接落啊。互伊去，互伊去。我要去到尾你。我才无咧管，因到到底咧咱来讲啥小姨妈。鬼？哦，听到没有一点想讲，欢喜好像没有想讲这到底是什么开头。咱先来欢迎今仔日的出名人，我有。大家好。博胜，你敢要简单自我介绍者？博胜是华语呢，啊，你平常时敢爱念台语名？平常时较少啦，也毋过我有去查过。必必胜对无？必胜，必胜怎么念？听起来足爱叫。对，而且你的迄真心白目，真心白目，毋是白目。无，你若是要念目，你就爱念白，白真心白真心白目，白目必胜。我刚才念。必胜嘿啊！好啦，安尼，我今仔先念华语，真心白目博胜。嘿，真心白目陈博胜。对，你要甲大家简单自我介绍一下，你平常时在创啥？平常时就做一个 YouTuber 啊 YouTuber，嘿，还有一个做游戏的直播安尼。哦，所以是专辑的嘿，还有遮迄广告广告。配音安尼。哦，啊，你是是倒位人？高雄。高雄人啊，嘿，我第二个故乡，想创为什么是第二个高雄？因为我伫诶，我18岁，大去遐读册啦。哦，安尼。你刚才我18岁、19岁这件代志，真吗对啊，所以你是阮的哥哥，你知无？哦，顾一个哥哥啊。今日来甲妹妹开讲。我跟我自称20岁。哦，安尼就是哥哥。我哥哥，会使。好，啊，你无一个工课就是做直播，啊个配音安尼。嘿，对。啊，请问讲就是一般游戏直播的人拢伫创啥？因为阮可能观众较毋知影讲就是游戏直播，差不多具体讲具具体讲出来哦，伫创啥？对。具体就是耍游戏互别人看。啊，其实阮有一两届有偷偷开阮台语台的口座伫咧边啊，嘿伫讲话。嘿，啊，但是因为我第一届去的时候，我无看到迄面顶的广告，广告，伊写讲袂使伫咧开讲室内底问着唱歌，还是讲啥物的代志。啊，我迄当阵，我本来伫遐，因为迄当阵你拄好有一条新歌，我就伫内底讲，啊，结果去互边的人甲我念，歹势甲。对，我看清楚安尼。对，因为打去，因为迄洗足紧的，因为你内底开讲的人做老者咧，所以就是洗足紧，当阵无注意看。听朋友，你若是有伫看直播的人，毋通甲乌边共款哦，就是你去内底先看别人的规矩，若无会去互，若无会去，无会去互人禁声，会无都讲话。所以说游戏互别人看，啊，像广告配音咧，工课的来源差不多是伫倒位。因为有熟悉迄头家会互我，有熟悉头家互我 case 安尼。哦，啊，你配过上有印象的，敢有会当跟我分享的？台语还是华语的？华语的。嘿，他们配迄股票啊。哦，股票的。投资一定
投资一定有风险。哦。迄种诶。安尼听起来嘛是真趣味的，但是一时啊做直播，因为直播会使黑白讲话，配音袂使黑白讲话。啊，你唱歌改做台语歌，佫是另外一种人格。拢无讲人格，就无用。有当时讲就是切乱，就是会切一个乱去。就是认真啊，佮黑白讲话，安尼无讲诶人格，安尼讲话啦。哦，所以有人格分裂症。我想要问一个问题。好，你问。我咧 Google 的时阵，有讲网友会叫你阿嬷，为什么叫你阿嬷咧？因为我咧耍游戏的时阵有时阵就爱杂念的。细细念就对。细细念啊，人拢讲你讲话安尼亲像阮阿嬷呢。久了后，大家拢叫我阿嬷。我就是配音有配着阿嬷的角色，所以到时候演唱会的时候，阿嬷。你若是咧演唱会叫我阿嬷，我袂睬你。演唱会啊，无演唱会代志，咱等下再讲，咱后壁会问着演唱会。安尼我继续问问题，想要问讲当初是为虾米会想要挂家家？挂家呢？你真想要呢？为虾米会想要加一寡的歌改做台语版的？上初是阮朋友，对，甲我讲，你敢有听过《Let It Go》这首歌？对，然后伊想要听我用台语唱这首歌。但是我有一个问题，伊哪会想要叫你用台语唱？因为平常时我这样较趣味啦。啊，你平时有伫讲台语？真少，要毋过因拢想讲我高雄人啊。哦，就甲我讲台语。敢若是刻板印象。对啦，就是想讲下港会晓讲台语，听种没用这个毋对。我甲你讲，阮台语的听友一般是北部上济。安尼哦。对，而且因为北部人会感觉讲家己袂晓讲台语，所以就去练台语。但是下港人就是台北以南。台北以南拢下港人安尼。桃园会使接受，袂使。桃园人抗议，桃园以南。但我是这个讲中华，阮中华下港啊，对啊。但是因为就真正阮这就是有台语有考试有迄认证啊。我咧讲哦，南部的分数较低哦，足奇怪。亲像我伫咧高雄嘛，无定定咧讲台语啊。但是你无定定咧讲台语，煞会使用台语来编歌嘛，是真趣味啊。因为我自细汉拢听台语，我大汉。听台语歌。听音乐对啦，你看我就是讲嘛，听音乐学台语这上赞的啊。阮妈妈甲阮讲，我囡仔时阵吼，差不多2岁。对。我头一首会晓唱的歌叫《金包银》，叫《红杯山》。红杯山，红杯山安怎唱？你唱一两句，我听者。思念着故乡的情歌。唱出满腹的心声。我较早就听过。我把酒唱饮着红杯山。有啦，有这首歌。伊唱较早我才听得出来。2岁要唱这种歌，可能就鸭咧唱啊。哦，所以就是自细听台语歌，啊，不然恁朋友就甲你讲，叫你去改编安尼。差不多用一工的时间。一工就啊，你给我写出来，啥物啊？一工就互伊去，就会当甲伊写出来。但是我听你迄个歌词，虽然讲这台语真笑亏，但是其实我感觉你是有照迄伊原本的意思去翻。对啊，这到底是啥货？你想歌词，你是会看华语的意思去想，还是直接用台语去翻？会看伊的歌词本来的意思，佮翻译做咱华语的部分，听起来较亲切的迄意思安尼。因为像伊有讲嘛，像我拄仔唱迄句啊，即地到底是啥货？我想要换一束新衫。对，啊伊尾来金丝丝，真个宇宙诶！我今天迄当阵听即条歌了，我就讲我中毒。我中毒诶！今天我来讲，我迄一个月，我逐工我手机用你放这条歌，徛到摆伫遐，即个到底是啥货？要想要我一束新衫。我讲真诶，毋是甲你骗诶呢，就是有一种想着的去听者，想着的去听者，够紧哦，已经过几年啊？10年。10年，今年拄好10年。所以你9岁都要。听咧，有人讲我听你的歌大汉的。我8岁，你才9岁，我唱的时阵10岁。我8岁就咧听你歌啊，听种即摆真侪幼稚园的人听你歌啊，我知，因的偶像咧，我知，你有看到迄幼稚园的迄 Halloween， 全部咧全部拢 Elsa 咧，唔知创啥，爱爸爸的 N 雪宝，爸爸买落去 N 哦。安尼真厉害呢，就是安尼一个经典，所以就是因为 Let It Go 就是唱起来关系，你才会想讲要继续介绍。对。唱起来当中有啥物感想？
什么感想就无想过这首歌会红起来。啊，尾也甲我一直唱，就是有人一直叫你唱无？看到我就叫我唱几句安尼。唱到神的无？唱到神是淡薄啊。哎呀，我拄则叫你唱。我即摆已经习惯了。无记你到时候演唱会嘛，嘛咱唱。好，啊，过来想要问讲，就是因为咱既然就是拄这放假，是讲这动画去改编做台语歌，一定会拄着就是你改编的时阵会有一个困难的点。你敢有就是印象较深的，什么较困难的所在，当甲阮分享无？有，就是伫这首歌内底，譬如讲日文，迄个意思，伫咧华文是无即个意思。譬如讲，亲像啥物爱豆有一个歌词“空灵仔”，翻译做华文就已经无啊，佮翻译做台语，安尼就更较难。啊，即个时阵我就会用迄空耳。空灵仔就通人知。哇，厉害呢！所以其实听起来，你日语应该袂歹对无？我大学的时阵读日文的。专业的啦。失敬，你讲问讲你袂歹，你真是毋是做心虚的？因为伊到时阵，你若讲，我日文系啊，到时阵人用日语改课，已经拢袂记差不多。但是要啊，因为我伫听你进前嘛有唱一两条日本歌对无？就是 cover 的时阵，你去唱迄日本歌的时阵，我有听出你迄个假字，其实甲一般就是空耳伫假字的人无共款。听众朋友先甲恁科普者，空耳这个物件就是迄叫做空耳啦，就是表示讲你甲你耳仔听到迄个声，完整甲伊念出来，但是你无管伊的意思。就像最近有韩国歌是咧点菜，点菜，点啥物锅贴，什么你台湾讲什么菜？听到你人来阿妈开卡，到南部弄家呀。好，对，南部弄家呀。听到你唱到南部弄家呀，呀。迄就阿妈开卡啦，阿妈开卡。阿妈开卡迄是较新的啦，伊拄则讲迄南部弄家呀，迄我无听过。我都吃过。若有人知影我你讲的迄锅贴是啥物啊？老话甲阮讲哈，修心。那但是你做厉害呢，你拄了就是甲这日语翻过来，无法度翻呢，就是想办法甲伊念出来，搁照迄个音甲伊下输落去。重点是我感觉你翻这物件的时阵，其实你对这的动画是咪拢有一定的爱。因为我无介意翻迄种，就是我无看过的动画。所以讲，若是我想要翻这首歌，我会先去看迄个作品。了解故事。爱了解故事，莫讲黑白翻安尼。所以是先介意作品了再翻，还是先想要翻一个物件再去看伊的作品？拢有。我会为我介意的先去追。若是这首歌听足介意，也无看过，我会去看迄个作品。所以马修，咱的马修是算是多种。介意歌再去看。我一定要讲哦，这就是金巴魔法师，金巴魔法师，我拍啊，肌肉魔法师，马修，这物件伊都还未开始做动画，我就开始看，伊真正是细片的5页就了啊。你讲我开始看，感觉这物件真趣味呢，应该是有人要会去家做动画，结果我你讲真正我了着，而且伊歌个红起，乒乓乓乒乓乓乒乓乓乓，对，我做这样去跳诶，做这样就歹唱诶，咱现场是毋爱跳者，无啦，咱无录影啦，讲笑诶，搁一摆就是爱讲啥，咱录音诶时阵无录影。好，安尼过来要问讲，就是你想无台词的时阵，敢会甲啥人讨论？歌词呀，你是讲歌词？歹势，我讲台词是演啥？台词要演戏，歹势，歌词。对我改编的时阵，像你拄仔讲诶，拄着这无他翻的，你着空耳。若是一寡你想要翻，但是感觉毋知要安怎，你敢会去找谁讨论？我拢家己想咧。你无啥物台语的老师？我才无在管引导你。有我的台语的老师就伫网络去找迄个网络找迄教育部的台语的书店。安尼想要甲伊推销一个，阮有一个新书库啦，但是拄着一寡较新的书，无你开始去阮遐看。我拢去遐做。够感动的啦！厉害！若是有迄你找无的，你马上写回甲阮讲，阮的管理员收到伊会甲你回。所以你无特别就是甲别人讨论过的对啊。毋知要找啥物人讨论啊？找我，以后会使找我。我讲
讲真诶。好啊，我嘛讲真诶，我咧客套诶。哦，好，安尼真好。安尼想问讲，安尼虽然讲就是你无甲别人去讨论，但是阮有发现讲，就是你诶歌曲啊，到尾啊了后开始用这台文诶歌词，是安怎就是会安尼开始？因为有足侪人伫咧甲我嘿对，甲我建议安尼。嘿，哦，伊甲你建议讲，莫用鬼青文。因为你唱的是台语，所以想要看台文的歌词。对。哦，你当初是就是家己学的少。对。你去学的时阵，你敢有拄着什么困难？是讲你有什么经验，咱敢分享？对啊，你哪会知影什么字要用，什么音要用什么字？我就去查。就是你家己用书店去查，还佫有去找迄比较迄文章安尼，就是这词用啥物字较好。哦，你敢知影有一个网站叫做歌词正字网站？哦，有这个，我毋知。有人会甲一寡就是歌词用迄台文的正字，但是迄个歌词正文歌词正字网站是爱有先有歌词，才有法度改正字。对啊，同款的歌词都会当去找字啊。但是伊的歌词是家己写的啊，除非有人改伊就是翻起哩啊，若无可能就无对无。大部分应该拢有啦。你只要去找，看有伊的无？啊，敢有人就是你用台文开始写了，敢有人甲你讲，博士，我感觉你这字应该爱用什么字，你这字应该用什么字？啊，你若拄有这种状况的时阵，你一般拢会安怎回？一般拢袂回。好啊，好，我会用这个字啦。一般。好，真诶啊，讲这个，咱今日会使熟悉是一个缘分，那真正以后有这个部分，真正会使甲我黑白边讨论，真正无问题啦。暂时免费，暂时。那以后大汉啊，你20岁啊，我到时阵18岁啊，我毕业了，我总是爱需要一寡开钱喎。啊，你到时阵以后若做穿诶，要安怎？你演唱会规个穿起来了，个就愈来愈远啊！我就跟咱的阿夸面共款，个就愈来愈远啊。到时阵可能来收一下钱，就是联络一下感情。安尼若是穿起来就无问题啊。我就是要讲，若是穿起来就无需要你啊。人都变济啊！想讲就是穿起来就无需要我，这句先讲出来，敢袂伤过分。好，过来，就是你敢有想过有一天会当用这个歌开演唱会？啊，你这个演唱会准备偌久？我给嘴怪怪，是嘞。啥物人想就是要开演唱会这个想法？其实完全无想过，完全无想过，完全无想过，因为讲迄这演唱会发生是疫情完才要安怎讲？啊，这是一个公司吼，伊是一个团体，迄是一个团体，安尼团体找安尼，对，因为发生啊，我想讲，差不多嘛10年啊。对，做一个纪念安尼。但是我会记就是你以早有去上过，就是综艺节目。我有看，对，你但是你除了迄个了，我就做喊你看你就是人有出现。因为我这人其实就避暑，对，我直接想这个事。哎呀，也毋过家己讲，敢你足奇怪。家己讲出来，感觉硬叫伊，像我嘛定定讲我家己做避暑的，无人会相信。但是你敢知影，阮就是3年前其实嘛有写配合你，你敢有印象？3年前，而且你迄没有其实哪开始做的时阵，其实阮都有写配甲你邀请。我无印象。阮第1季、第2季、第3季拢有。无啦，第2季无啦，阮第1季写配合你，啊，就迄阵啊沉落大海内底，无消无息。可能是。我就甲伊讲，要安怎博士拢袂出来呢？啊，但是我就是想要找伊来的呢。啊，尾第2季伊讲，敢要去找伊，我讲但是我无法度，搁一届就是，无法度搁一届接受去互记专心。对啊，毋过我感觉这一切拢是一个缘分。你看，咱就是因为第1季无邀请到，第2季嘛无去邀请，所以咱拄好第3季会当来宣传这个演唱会的代志，对，真赞。啊，想要问讲，就是你这个演唱会筹备偌长的时间？筹备偌长的时间哦，差不多开始收啊，开始做1个月的时间。用1个月就会当我定出要做一个演唱会，咱就你想到啥就做啥。但是我会记就是你即马就是你进前cover过的歌，因为你换一个频道对无？嘿对。现在想要换频道？因为头一个频道无法度趁钱啊，无法度盈利。啊，是安怎？因为版权的问题。所以因为版权的问题，就袂当就是迄啊，所以即马歌就是改编过来就会使。即马因为画面的部分就是用恁唱的，啊个就是演奏的画面安尼。
所以无法度趁钱的部分是因为迄画面的关系哦。抑佫有迄个歌的版权啊，即马嘛是无法度趁钱，抑毋过有宣传的作用安尼对。哦，对，因为就像咱平常时咱 YouTube 点关，若是咱的节目有去用着别人的歌，你会记得会去受着迄版权，啊，伊会讲暂时就无符合盈利，所以就无法度趁钱。系啊，因为我迄当阵看的时候，我想说，你这每一条拢超过100-200的点歌，但是迄根本就拢无钱，敢若当做宣传，拢唱心情说，无紧啊，咱人生是安尼啦，趁钱、趁名、趁爽嘛吼。你趁着名，佮趁着爽啊，但是但是无钱讲爽，无钱要来开演唱会啦。但是我想要问就是因为其实演唱会价小无足悬的呢。系啊，你安尼扣掉就是原本的成本了，我嘛是无趁啊。对，我嘛是无趁钱。啊，哪会想讲就是要做这件代志？因为你看你即马新的频道内底歌就是爱顶拍嘛，顶拍顶翕过。啊，而且即马就是搁爱宣传这物件，啊，哪会想讲就是要行这个方向？除了团体甲你招，刚才你讲这个团体甲你邀请伊。上主要就是10年安尼纪念安尼，互家己一个纪念啦。系啊，算是家己一个10年的生一个。10岁到20岁啊，成年的，成年的一个礼物安尼。哦，安尼其实嘛，啊，无咱先来想一下，咱10年以后咱要创啥？我28岁时阵 ，Podcast 若抑佫伫咧，咱就来办一个见面会好啊。你感觉啥款？咱即马第3年嘛吼，没对，有7年的时间，听种朋友恁就好好等认真等，若是7年以后，阮的这个 Podcast 若个活咧，咱就来办一个，就是见面会。到时阵咱个邀请博胜来替咱唱这个，就是开幕的这个，替咱写一条歌，对，直接写一条台语黑白边的歌。好，啊，搁来想要问讲，就是演唱会内底有啥物较特别的物件，咱甲我分享。较特别，即摆是毋是要进入工商服务时间啊？无要紧，咱就是甲工商服务，甲这演唱会甲伊揽做伙好啊。上特别的物件就是我，会当现场听我讲唱歌。哦，啊，唱歌敢会开讲？有，一定有。一定有吼，甲500共款，结果咯，大家唱，家己无爱唱，结果下骹伫安尼，你个爱的里面来，等我你唱，安尼我会生气哦，我是大家会生气哦。我一定家己唱。哦，啊，服装诶，甲会就是因为恁即摆你木主诶时阵有一个就是模型诶主题，模型，魔界，魔王，听起来就是模型，模型那主题。对，伊即摆就是伊咧木主诶，即个演唱会有一个主题，你到时阵造型甲会就是甲迄有关系。即摆抑搁咧筹划。哦，去看。去看就知，去到位看。到时阵，到时阵咧演唱会画面间就是翕录影还是创啥？无，敢若会使现场看。敢若会当现场看，听种没有听，一定爱去看，一定爱去看。想要伫咧演唱会内底拄着黑边的吼，我都想要给你个题哦，金报名。有啊，我即摆刷顶伫咧木珠搁剩一段时间，够差不多。甲咱报出的时阵，可能够有一段时间，所以若是超过100%以后，嘛是会使买着无？会使。哦，所以即摆就是讲，听到没有？你若是想要知影阮伫讲啥的人，就是伫咧 YouTube 点关拍真心必无。我吹博胜10周年演唱会安尼个。对，博胜10周年，博的是。壁树的壁，嘿对，壁树的壁，金心的心啊，个配着咩？第一个拄着这，就是这个华语甲这个台语连起来，我拢做困难，变调问题。对，我变调问题，而且迄个 PTKH 就是这台语的发音 ，PTKH 这个部分我真是有真大的困难。想要问讲就是恁高雄，因为你住伫个较毋是市区的所在，住伫真卡。恁遐敢有啥物口音？譬如讲，你有当时你有发现讲你唱歌的时阵，甲迄个口音唱出来，敢有？应该是无吧？应该是无。系啊。好，安尼既然咱是一个演唱会，咱拄则拢甲安尼戏海两句尔，我感觉安尼是袂过瘾。哦，对，伫咧要互你宣传进前，是毋是就是你爱回答问题啊？若回答对了，就会使拍歌一分钟迄种。哦，无要紧，咱毋免，咱就是你来唱一条歌，阮若感觉 OK， 就互你就是公告你演唱会的。你想要听倒一条？你讲我哦？对啊，我要听迄拍篮球的。拍
我是袂歹呢。你讲苏拉姆蛋裤呀？是。苏拉姆蛋裤啊！我感觉苏拉姆蛋裤嘛袂歹，七龙珠嘛袂歹。哦，其实是我年纪拢无听过的，我嘛无看过。20岁应该是有看过。有啦，细汉时就看过。我阿妈册我看。好啊，安尼敢会使现场甲阮演唱者，互大家听看卖咧。好，欢迎。若毋是你生做受古罪，害我想要做恁囝的阿爸，爱冤家相拍，佚佗关系的我怎会拍篮球？恁阿兄生做若黑心心，咱学校若球队剩伊上高。看伊回国的时阵，敢有满足你的期待，起甲上悬。赞！安尼副歌佮唱一个就好啊，副歌佮唱一个。我敢会使唱去？会使。大声喊着你名字，讲我爱你，连这款的勇气我拢无，可我一天过一天的进步，全因为身边有你。大声喊着你名字，讲我爱你，你的笑容是我的力量，我这份心意你敢有收着？爱你爱到无药通医。有汤伊啦，听着免紧哟，真正小姐啦，拄才伫像我手已经开始伫啊，拍篮球啊，我画面拢走出来，阮阿妈互我看的。听朋友啊，真正有兴趣的人会当去听看卖，因为博胜是我就是熟悉伊了后，我熟悉伊的歌啦，毋是我熟悉伊的啦，就是熟悉伊的歌了，感觉讲你学台语真正是进步真济啦。就你看到除了迄个 Lady Go， 啊，搁来就是咱即寡动画歌，囡仔有伫听，啊，咱你学的时阵，而且其实伊用的迄台语开口连接词，迄真正是正港的啦，正港有台语开口的啊，对。啊，讲到这件事，我搁咧伤感动啊，要哭。好啦，上重要工商服务时间来啊，来，咱紧来宣传一下新的频道，啊，搁有就是新的演唱会资讯。新的频道就名叫做玩捏闹博胜，玩捏闹，我都想做玩捏闹，玩捏闹，嘿，胜念曲，不，胜念。闹是英文哦，闹 NOW 闹，就是即马伫咧耍的意思。哦，即马伫咧捏闹是捏闹，我就好奇迄个捏是什么意思？对啊，迄个捏是什么意思？恁敢有看过这影片叫做《美凤有事》啊？康熙的这影片啊，我有看伊做这个影片啦，就迄什么。印度还是倒位？迄是戏剧，就是空耳做安尼。哦，嘿对啊，伊的台词有一句是烦捏闹，嘿，我就用这句啊个玩捏闹嘿，玩捏闹。哦，好，啊，频道内底讲就是譬如讲，啥物时阵会出新歌，啥物，无一定啊，啊，想要唱就唱安尼，灵感来就写，灵感来我就唱。但即马就是已经甲以早旧的歌豆安尼变过，啊，所以变过的时阵，就拢会甲迄歌词改做台文字。对。哦，用心真厉害呢！所以其实算是一个真拍命，家己学台文，搁会当学甲遮尔好，而且伊个台语开口一寡足困难的字，伊拢有反过来，我真正是真佩服。对，有押韵对。来重点啊，演唱会紧来啦，甲演唱会讲出来。演唱会对，博胜10周年。对，10周年演唱会即马伫咧募资。对，嘿，希望大家拢会使来现场听。博胜唱歌呢？对，博胜本人真正是。你讲多一天无？对啊，7月初六，嘿，7月初六是咱开台的时阵。所以来邀请伊来。我感觉会使开演唱会，但是7月初六是伊的演唱会啊，是咱开台啊，毋是讲后回啦，咱嘛有10周年对无？哦，开台第10年。咱开台，咱两个 Podcast 开台可能是5月初几啊？初2啊，初6还要袂记哩。阮最近打过3周年啦。3周年哦。对，但是因为就是爸爸特别讲啥，不然想讲啊，嘛是做一个100集，可能要做一个特别单元，结果100集就安尼过去啊，超过啊，100集就安尼雄过去，啊，说起也袂记得，准拄煞咯。对，啊，木主是毋是有分做几啊个站级？敢要小可介绍者？
暂时会使去。网站面看，你面看，你是袂记得？迄伤济啊，记袂起来。但是明明伊其实有分，就是真济介绍啦。譬如讲，你个想要就是跟他支持人，无法度搞是创啥？你直接要岛内现金嘛是会使。对，这现金的也总欢喜。对。可能有一寡是有一寡周边，譬如讲会使送你什么物件，什么物件。啊，你若是想要什么物件，你就家己去看，家己去看。对，伊有分做真济集集。啊，若是讲就是想要甲乌边共款，直接去现场演唱会，可能因为阮住伫外口收集遐物件无方便，直接去看门票1000块毋免，900块哎哦，不然是要花2000毋免，2000毋免，对，900块拍卖就对啊，就是即个演唱会，虽然讲即个门票甲一般就是可能有的人感觉讲哈，我讲安尼开1000块，安尼食饭啥物，但是真正。现场去听歌，感受迄个感动，全部人拢甲你做伙共款听过迄条歌，浸伫咧迄个音乐内底，迄种感觉，毋是1000块食一顿饭。我本来想讲1000块会当食规顿饭，恁知哦？我想想，1000块无食一顿就好啊。对，而且今日现场会当听到博顺来甲阮开讲，甲阮唱歌，真正是真赞，欢喜。虽然讲你这台语拢是家己学，拢家己学诶，但是真厉害呢。尤其是咱爱豆迄句，就是。我是一个什么？我是毋惊软家人。毋惊软家人，消贪的爱豆。对，因为咱这其实是一个日起来俗语，消贪软家人。对，啊，伊竟然有法度就是毋惊软家人，消贪的爱豆，直接甲伊安尼做一个就是迄叫什么倒换了。对。咱家己用，咱家己正到吧。用一个倒换，啊，而且佮即个词佮拄好有符合伊日语的意思，表示讲伊真拍命安尼。我迄当中看到即个歌词的时阵，真正是下骹做一个讨论呢，什么用什么词安尼，用什么词真厉害。重点是拄好爱豆就是有符合迄个故事啦。对，我推即出嘛是真正。我就先看了，而且再去写。所以即出就是因为先看，感觉做厉害。所以安尼你是阿奎亚派还是医生派？就来创啥？我个人就是阿奎亚，因为我是就是看面的啦。啊，无你倒一派，Ruby 派哈？什么派？敢有什么派？我毋知。其实我是小爱啦。然后没问题啦，想要怎样你讲啥？你会去看迄我推的孩子。我送的我送的囡仔。对。讲起来感觉怪怪。我甲送落的囡仔。我是要送去倒位？送去舞台顶。我讲咱个录音的现场真正伤差，可能隔壁的人会起笑。而且博士伊真用心，伊特别拄高雄起来，后边佮甲伊讲毋着地址，伊佮找毋着所在，我真正是对伊足歹势。好啦，减讲一个，嘿啦，我减讲一个，咱住伫倒一个巷仔底啦。伊讲走去另外一条路，我真正是歹势甲，这个是的。好，今日真欢喜邀请到你来，咱差不多会当收尾啊。好，那呢，今仔日的节目就到这，感谢大家收听，后礼拜请继续收听。出名人，请就问，来请问，多谢大家努力。一级玩家不要难过，一级玩家，给给 play 玩家，给玩家，玩家，玩家小趴。